这一道料理也是一样，它跟其他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一般我们台湾的一个金沙的方式，可能就是炸过，然后就是盐巴加一加，就这样子而已。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呢，王师傅呢，他用不一样的手法来做这道金沙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呢，是从真正的这种放在那种山土、这种红土里面哦做的一个咸鸭蛋。这个蛋黄其实是生的，不能吃的。对，是。那这要怎么处理呢？挖出来之后，挖出来之后，基本上我们会去就是稍微洗一下。然后再让它滤干，滤干，然后我们要使用的同时有没有？我们会去就是用电锅里面去蒸一下。还要放一点米酒那些呢？不用，都不需要。那我们要怎么样？这边我已经有打好了那个金沙就是咸蛋黄一粒一粒的。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你如果蒸好，我也镰刀嘛，我会镰刀。那镰刀的时候，它非常镰刀子，怎么样把它剁碎？我们很简单，其实一个小 paper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把它拿去冷冻，再来切，非常的好切。哎呦，这个方法真是好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瓜。台湾的南瓜做起来也会太碎，最好做金沙南瓜就是这一种栗子南瓜，它的松软度是刚刚好。这个东西有没有？你放的越久，它的松度越好。那要怎么处理？好，那因为我们南瓜它的皮非常非常的硬我们就是把它给剃头我们不用切太多就是这样子。好我知道，先把它摆平，对不对？对，摆平。一般的话没有，我这边也会再给它再次摆平，再次摆平那因为它非常的难切对，那一定是你的刀尖那边有没有要先下把它稳来就这样子就好了。漂亮的颜色，好，很漂亮的颜色，对。那在拿的时候稍微南瓜扶一下，稍微压一下然后刀子要小心慢慢推我们用一半就好了切这个东西它是有步骤的可能大家要记一下它这样子，头尾是在这边，对不对？好，我们要先从头这边记住不能太厚我们要去修，好，这样子，对不对？薄薄的一片，好，那薄薄的一片的时候，我现在要把它修成条状嘛条状，我就要开始修，我们差不多在于1公分的一个厚度再来修这样子对切，这样就好了。好，这个就是呢，我们老师呢，之前就是已经切好的这个南瓜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来穿烫穿烫的一个部分哇，大家会看到颜色的变化经过这样杀青之后，颜色更是很金黄了对。要烫到熟吗？还是不需要，我们只要就是让它滚起来。好，我们把水沥干一点，对不对？对，沥干了沥干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开始用粉去把它裹粉的一个部分。用地瓜粉吗？这个是脆酥粉。脆酥粉它也会炸起来黄黄的，对不对？对。那我们这样裹没有？裹一裹好，我们这样子。有没有？它已经包住了，对不对？那我们有一点点水的一个部分，有没有？水的部分，我需要一点点水的一个部分，让它就是扒着那个粉，对。这个方法也很好玩呢。对。好，都是这样好，这个上粉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就是说，先撒一点粉，让它均匀了之后呢，再撒一点点的水在手上，让它这样子掉落下去。对，然后呢，再把它敲一敲，再加一个粉，然后总共是2次粉，2次的水。是。
好，来，已经温度够了哈。那这一种东西油温不能太高哈，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它的比较厚哈。好，小火慢慢的去那个炸哈，让它炸定型哈。哦，你看我现在已经慢慢的浮上来了，对不对？转小火已经慢慢浮上来了，表示它的水分越来越少了，它的泡泡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表示它已经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了哈，我们现在把它再转大火，稍微吹一下哈。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好了，对不对？好，把它过滤。过滤了之后，再一点点油哈，火不需要那么大哈。我们现在咸蛋黄已经准备好了哈，看你的多少取决于寡哈。好，我小火咸蛋黄稍微就是把它炒香来。有没有？然后咸蛋黄要炒到什么程度呢？有没有感觉到它有一种这样乳化的那种过程？对，那要乳化的过程当中，它的油温稍微要高一点点，是高一点点才可以哈。那你看它已经整个均匀了，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再转小火一点哈。我现在要去加水的一个部分，很奇怪哈。要加水的一个部分哈。均匀，对不对？加水的一个部分。好，那我现在加了一点点盐巴，好，有没有？好，那我现在糖要多一点哦哈。1、2。哦，这么多。对，就是那么多哈。不是多一点，是多好多。对，但是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哈。好，我现在来去把它给炒有点焦吗？对，我就要把它炒散就好了哈。哦，炒到没有颗粒啊？对，它已经还是要有一点颗粒。没有，不需要有就是不需要有颗粒，就是把它炒融散就好了。好，这样子是不是已经好了？是。好，来，我们现在刚好炸过的有没有？我们把它放到里面。好，有没有？好，这样子就好了哈。哇，这个一定很好吃。其实我在想哦，我们会觉得很甜，对不对？对。其实它也有一个作用啊，糖会变成糖浆，它会扒住那个金沙，对不对？对。好，我们来把它给盛装。哇，它除了金沙之外呢，我们这个王师傅还要把它堆叠成金砖哦。对。本来刚刚只是金条，对不对？现在是金砖了。好，观众朋友，今天王老师带来的这个2道台湾很特别的，就是很棒的这个茭白笋跟我们的这个南瓜呢，是不是让大家就是有了一个视觉上的这个飨宴哦？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食材，朴素的不得了，但是呢，你看，简直就是艺术品，真的是艺术品。